普光慈善步行籌款就到啦，希望大家喺3月22日星期六普光學校一齊參與，踴躍捐款啦！今年嘅步行籌款就快嚟，3月22日 on Saturday， 帶埋你親朋好友3、5知己，漫步蝴蝶山，感受風光明媚。適逢連寫80週年都係大事，步行籌款自然多層意義。菩提心、赤子情，雖然只得6個字，滿有連寫嘅愛更有層次。校舍嘅樓齡都要15載，部分設施需要變換更改。大家嘅善款助力啟動全開，學生成長得以共創多彩。辦學宗旨眾生平等有教無類，緊守理念全靠普光團隊。再加各位善款加持，日積月累，好快普光成為優質校園之最。因為普光用愛心來培育發展每一生命發光，迎着創新進步當下嘅一切多得你出錢出力，持續讓愛帶俾每一位他，共創明日定會變得更好。生命扎根得到健壯發展，悉心灌溉在普光，共你攜手走過風浪與挑戰，彰顯愛豐富生命無限潛力滿心財，開創的是那活潑開朗滿足未來。3月